彰化县有将近1万只流动狗仔，收容中心干来当收200只尔尔。县政府今年嘛委托2个团体，要帮2300只狗仔甲因绑起来哦，来控制流浪动物的数量。收容所内底拢是咧等有缘人认养的狗仔。彰化县的动物收容中心会当收大约200只的流浪猫甲流浪狗，但是县内有将近1万只的流动猫仔甲狗仔，不时也会传出流动狗虐人、伤人的意外。彰化县今年委托民间团体办理 TNVR 计划，希望透过绝育手术控制流动猫仔甲狗仔数量。去年甲前年吼，拢平均拢有节育这流浪狗，大概拢有2300几只吼。那阮今年的目标嘛是爱超过2300只吼。彰化县政府透过这个 TNVR 这个计划来对这个流浪狗来做绝育吼，减少伊的狗仔继续生脱。彰化县为2019年开始办理 TNVR 计划，针对流动猫仔甲狗仔做绝育手术、注疫苗，然后甲因放转去原本生活的所在。到去年底，计共有11469只流动狗完成绝育手术。不过，动保团体认为 TNVR 只是管理流动动物的其中一个手段。公寓收容所还是要发挥它一个功能，在冲突比较大的地方，它还是要做适当犬猫的移除。比如说生态环境上面的冲突就会有影响的话，那个地方它就要搭配的就不只是 TNVR， 或者是交通问题，比如说它在交流道的附近，就是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的地方，它还是有它的优先顺序。动保团体指出，流动动物若牵涉到交通、生态这类问题，应该要有更较侪配套措施，必要时就要收容安置。也若彰化县动物收容中心目前收容的量已经紧绷，县府表示会伫原本的所在起新的收容中心，甲收容量增加到450只。若顺利的话，预计明年会当甲工程冒出去。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。